那看到呢個大夫都打上水，我都想到一個福音，出呢個約翰福音37按樣人講到，耶穌講，一最尾嘅日子耶穌佢人都寫出去，係每人都來我哩，我本佢佔佢講，嗱，呢就係咩講到？方面，而是人家獨學簽真理，人家獨學簽上帝，上帝本意嚴嚇。嗱，呢約翰福音7:38一樣人講到，係每人相信，就係從呢個經書講，從呢個心中道理的流出盆人出大江水，一就係講到，係每人獨學對上帝，係每人要隻愛心對上帝，上帝本嘅心中道理盆人出咗水樣。意思嚟講，上帝充滿落你心中，本意唔係獨學呐。呢個約翰福音7:19節啊，有人講到嘅意思就係講到上帝嘅聖靈落喺個心中。嗱，係咪人相信上帝，接受耶穌基督做嘅救主，佢本聖靈落喺個心中，是個頭先為認識上帝之時，是個獨學係簽呢個真理，是個獨學係簽呢個上帝，是個簽嘅誤導，係講個相信佢，佢嚟落喺個心中。心中是定義了水盆能出糧，意思咪計即刻得到上帝嘅祝福，得到一個聖靈，得到一個平安，得到一個永遠嘅生命，因為上帝係落自己嘅心中祝福自己，要唔會變到要獨學嚟了，阿門。